輸尿管內視鏡碎石手術係一種微創嘅手術方案，去處理尿路結石。咁做嘅過程呢，病人就要全身麻醉，用一啲好幼嘅鏡經過病人嘅尿道，走入去膀胱，上到去輸尿管同埋個腎臟入邊，用激光嘅方法將啲結石完全粉碎。適合一啲喺輸尿管度構成急性阻塞嘅結石，或者一啲比較大嘅腎石，一般嘅成效可以超過90%，將啲石完全粉碎。如果病人因為身體嘅狀況或者個結石本身嘅問題唔能夠接受體外衝擊波碎石，譬如話血壓太高啦，用緊一啲薄血藥物啦，或者係有急性嘅尿道感染嘅情況，又或者佢之前接受過體外衝擊波碎石，啲石太硬冇辦法完全碎得到呢，我哋都會建議病人用內視鏡嘅方法去將啲結石完全清除嘅。